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深似海，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能穿起舊印，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能相愛。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好高興咧能夠喺今天嘅晚上為大家繼續講解呢一個嘅創世記。咁我係高炳謙，已經嚟到咧成個課程嘅最後一堂。咁我哋亦都知道咧，有啲弟兄姊妹都唔夠厚啊。畢竟咧，呢一個係一個比較短嘅課程，係淨係得6堂咁多。的確啦，真係冇辦法完全去到 cover 晒50章嘅創世記。但起碼咧，我哋都有個好好嘅起始啦，俾我哋能夠可以全面地去到睇下呢卷咁精彩嘅書卷咧，對我哋嘅生命有咩嘅説話。咁我哋一齊有個祈禱開始啊嚇！慈悲仁愛嘅天父，多謝你俾我哋今天嘅晚上一同去到學習。喺農曆新年前，我哋好想透過你嘅説話，再次更新去到幫助我哋嘅生命。特別我哋提到呢一個約瑟同埋佢哥哥之間嘅關係，同埋最終係引致復和同埋饒恕呢一個嘅課題。主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哋人與人之間亦都有廉隙，更加重要，我哋因為犯罪嘅緣故，所以我哋同父上帝你自己有一個罪嘅隔膜。但係感謝主耶穌基督，你洪恩同埋厚愛，以致你嗰個救贖係改變我哋嘅生命，再次能夠同天父去到重新建立嗰個復和嘅關係。我哋求主你將第一間嘅信息都透過經文同我哋嘅生命去到述說，以致我哋真係好明了聖經係點樣啟示你寶貴嘅心意，亦都幫助孩子講解呢個說話清楚同埋明白。我哋一同去到謙卑領受，奉耶穌基督嘅名字祈禱，阿門。大家如果記得咧，我哋上個禮拜就已經咧去到呢一個嘅創世記，差唔多最後個部分，就係講緊約瑟啦嚇。約瑟咧，我哋亦都去到講過啦，就係佢係有一個嘅恩賜，就係幫手解夢啊嘛，係咪？咁其實佢生命咧遭遇非常坎坷嘅事件，包括就係佢因為一個彩衣同埋佢爸爸嘅偏心咧，引致佢班哥哥們嘅嫉妒，最後嫉妒到恨惡到一個嘅地步，竟然咧就掉佢落一個無水坑嘅嗰一度，最後咧就係被賣去到呢一個嘅埃及，並且咧就係波提乏嘅屋企入邊，甚至咧係佢嘅人生
嘅低處被賣到去一個屋企啦，似乎咧都有啲好轉，因為佢成為人哋嘅管家照顧人哋嘅屋企，但係亦都更加雙重嘅不幸，就係佢嗰個主母咧引誘佢啦，佢又唔就範啦，因為敬畏上帝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誣告佢，以致佢再次坐監。嗱，咁樣嘅經歷咧，就令到我哋就會覺得有時都幾反映好多人嘅人生。嗰人生就係你會落到一個嘅低處，原來係低處未算低喎，你仲要去多一個低處，同埋你唔係犯錯嘅喎，你根本咧係冇得罪任何人啊，但係竟然咧嗰個人生就可以咁坎坷啦，又再一次咁樣樣去到受害啦嚇。咁類似咁樣嘅關頭咧，其實我哋發現有兩個字咧，常常去到出現啦嚇。咁呢兩個字我俾大家睇一個嘅 document 啦嚇。呢一個 document 咧就係嚟自我一本書嘅嚇。如果大家你望一望嘅熒光幕咧，就係我手頭上嘅呢一本啦嚇。呢一本咧就係上年7月啱啱出嘅啫，就叫做《與祝福的1毫米距離》。當大家咧好緊張要抄呢個表嘅時候咧，其實唔使抄，其實就係呢本書嘅第53頁咧就有呢個表噶啦。呢個表咧其實就係説明有兩隻希伯來文字就係衣服啦，同埋嗰個坑，又或者呢個希伯來文咧係可以譯做監牢嗰個牢都得。點解坑同監倉係一樣嘅字咧？就因為以前嘅監倉咧就同我哋而家好唔同。我哋嘅監倉咧就有個門噶嘛，打開跟住你入去個密室入邊，咁呢一個就叫做監倉啦。但係以前嘅監倉係唔係？其實係一個窿嚟嘅。佢成個人咧就嗰個監犯掉落去嗰個窿嗰度，然後喺嗰個監犯嘅頭頂嗰度咧就揞埋嗰個門嘅，即係一個坑嚟嘅。其實咁所以坑嗰個字通常除咗解做坑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解做監倉噶喎。你見到衣服同埋監倉呢兩個字咧，就成為嗰個約瑟嘅敘事嘅焦點啦。首先佢爸爸俾佢一件嘅彩衣，亦即係俾佢一件彩色嘅衣服啦。咁彩衣最後因為呢個彩衣，所以就累到呢一個嘅約瑟咧，就掉落嗰個坑嗰度啦。因為呢個彩衣咧就染咗公山羊嘅血啦，就證明俾佢嘅爸爸睇，喂，你嘅仔咧就已經俾呢個野獸撕碎咗啦。正正因為咁所以咧就將佢哋丟落將呢個約瑟丟落佢嘅坑啦。並且坑入邊係空嘅啦，裏邊係沒有水啦。然後呢一班嘅哥哥咧就見到一個米甸嘅商人，然後將嗰個約瑟咧就從坑裏去到拉上嚟，就賣俾以實瑪利人，然後就落到埃及。所以你會發現衣服同埋嗰個坑咧，其實係一個文學嘅對應，即係話因為嗰件衫嘅類似啦，你係攞咗件彩衣啊嘛，所以就掉落嗰個坑嗰度。咁樣嘅文學手法我哋就通常如果你上個禮拜我哋亦都介紹過一個嘅好重要嘅學者啦，佢嘅名叫 Robert Alter。Robert Alter 寫咗一本非常重要嘅書，就叫做《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嚇。其實就係中文都有翻譯嘅，但係我覺得英文真係原汁原味一啲啦。當然，我上次介紹過一個嘅概念俾大家，就係叫做 type scene 啊嘛，大家有印象就係典型場景啦。但係我今日再介紹多一個嘅概念。呢個概念咧喺呢個學術界入邊文學嗰個批判當中咧，佢個名就叫做 light water。light water。你聽到呢個 light water 呢個字咧，其實係德文嚟嘅。light water 嘅意思咧就係解做 keyword 即係話關鍵詞，又或者係重複字咁樣嘅意思，或者係最常見嘅我哋叫做常用字。喺呢一個嘅約瑟嘅文學嘅入邊咧，最常用嘅常用字就係呢兩隻字，一個就係叫做衣服，一係就係嗰個坑啦。你見到咧，我用一個列表列出嚟，就係每逢出現衣服嗰個字嗰4節嘅金句都鋪晒出嚟。你就發現原來坑咧都出現咗4次咁多。不特止，原來仲有一個列表俾大家望一望。呢個列表咧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本與祝福的1毫米距離嘅第54頁啦。
嗱，54頁嗰度佢都講嘅，呢個衣服繼續就成為嗰個敘事嘅重點嚟㗎，因為冇咗件彩衣噶啦嘛，去到波提乏嘅屋企啊嘛，咁嗰個波提乏嘅屋企嘅主母，你成日都知啦，佢成日引誘呢個約瑟噶嘛，但係約瑟都唔就範，因為佢敬畏上帝嘅，敬畏上帝係唔會去到做一件得罪上帝同埋得罪佢主人嘅事情。咁啊，所以有一日，婦人咧就拉住佢嘅衣裳嗱，特別留意衣裳嗰個字，就係同樣嘅同樣類別嘅字啦，就係衣服啦，又係呢件衣服類似啦，就然後嗰個嘅約瑟咧就將件衣服丟在婦人嘅手裏，咁啊竟然呢個婦人就攞住呢件衣服咧，就走去到誣告呢個約瑟啦，就係話佢想侵犯我啦咁樣樣。同樣地，再一次地，就係因為一件衣服類似啦，係咪？就最後係點咧？就運落嗰個監倉嘅嗰度，而恰巧監倉嗰個字喺40章嘅第15節咧，就係嗰個坑嗰個字啦。亦即係話，因為個衣服，哥哥們就掉咗佢落去個坑。同樣地，喺波提乏嘅屋企，因為一件衣服作為所謂嘅證據，俾嗰個波提乏嘅太太，即係佢個主母，去到誣告佢咧，同樣地都幫佢掉咗落個監。咁樣我哋叫呢個叫 light word，light word 即係啲關鍵嘅詞彙，讓你睇到其實聖經嘅作者係好想用呢兩個字，係表達一個嘅信息。嗰個信息就係佢一次又再一次，因為一件衣服就類似，然後一次又一次就係掉落嗰個坑嗰度，就好比如咩咧？呢個唔係叫典型場景喎，佢唔似嘅兩個場景，但係嗰個字眼係一樣嚇，字眼係好似。佢講明啲乜嘢嘢咧？講明有時我哋嘅人生唔知點解一次又一次係類似。一次比一次坎坷，明明好轉噶啦，渡過難關啦，又再俾嗰個主母去到誣告，呢種一次又比一次嘅陷害，一次又一次嘅俾人整蠱啦，咁啊令到嗰個約瑟嘅生命咧，去到進行佢人生嘅低谷啦。嗱，面對一個咁樣嘅低谷，我哋上個禮拜亦都提過，面對一個咁樣嘅低谷，你係可以自怨自艾啦，你係可以裝扮可以成為一個受害者啦。不斷怨天尤人啊，或者自暴自棄。不過你會發現，約瑟有一種超越環境嘅承載力。嗰個承載力就係佢無論喺任何嘅境況入邊，佢有一個道德嘅底線，佢係唔會去到失去敬畏神嘅呢件事。並且咧，佢係好想咧，係唔會喺神面前做咗一件嘅大惡啊咁樣嘅。難怪佢係有神而嚟嘅靈啦，因為做夢啊嘛，嗱，夢境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嘅主題咧，你會發現得到。約瑟一開頭同佢嘅哥哥們。就因為佢講咗一場夢啊嘛，就係太陽、月亮同埋11個星辰咧，都向我下拜。又話佢全部哥哥啲禾群咧，又向佢去到下拜。呢一個嘅夢咧，好似先知預言咁樣樣。其實講真，又係呢個夢類似啊嘛，就係佢咁俾人個感覺就係咁招積啦，咁沙塵啦，竟然連爸爸媽媽都要向你下拜。但係去到最後，仍然我哋就會見到咧，因為呢一個夢啊，包括幫嗰個酒政去到解夢，並且包括幫嗰個善長去到解夢啊。首先酒政嗰個夢咧，就話俾你聽3根嘅枝子，其實就代表3日，個法老咧就會舉起佢啦，咁就係一件好嘅兆頭啦，因為就係恢復官職咁樣嘅意思。然後善長嗰個夢咧係3個康子，亦即係代表3日。法老亦都會將佢舉起喎。你會發現舉起嗰個字就係兩個夢嘅解釋嘅關鍵，同樣地都係 light word， 就係一個 keyword， 就係亦都話係一個嘅常用字。呢個 keyword 咧係兩者都舉起，兩者舉起嗰個主語都係法老，兩者舉起嗰個對象啊，都係一樣，一個叫做善長，一個就叫做酒政。
係咪啊？一樣嘅喎，法老係舉起，一個係善長，一個係酒政，但係舉起完咗，就有一個截然不同嘅一個嘅結果。酒政嘅被舉起咧，就係恢復官職；善長嘅被舉起咧，就被掛在木頭上，即係死咗啦嚇咁樣樣。咁類似咁樣樣嘅，我哋叫做 light word 嚇，亦即係 keyword 嘅。我哋有一個字眼叫 wordplay 啊，wordplay 即係文字遊戲啊，就帶嚟一種諷刺啊。係啊，我幫你解夢啊，你哋兩個人都會被法老去到舉起啊。不過一個舉起就舉起官職，一個舉起咧就係你死緊啦咁樣樣。咁啊，結果兩者都係三日咧，兩個夢全部正確地去到應驗，但係應驗咗之後係好不幸，就係嗰個酒政竟然就忘記咗呢一個嘅約瑟。嗱，再一次你會發現佢好似天意弄人咁樣樣，佢哥哥出埋去掉落個坑，賣去俾波提乏，佢個主母誣告佢又掉落個坑，然後今鋪就真係幫佢解夢，約瑟咧都為自己着想嘅喎。如果夢境成真，你可唔可以真係記得我咧？咁樣樣，最後嗰個酒政係忘記咗佢啊。其實成件事真係好無厘頭啊！但係係再一次第三次嘅傷害啦，係嘛？第三次嘅唔記得啦。不過無論係點樣都好，夢呢一個嘅主題係證明咩呢？就係證明約瑟就係一個被上帝去到重用嘅人，並且就係佢嘅先知，耶和華嘅先知。我上個禮拜亦都嘗試係將佢同埋但以理進行一個嘅比較，嚇呢度就係比較嘅成果啦。就係當時兩個嘅君王都因為發夢就會心裏不安。法老王擺夢咧，即係有人問我 light water 點串啊嚇，咁我喺嗰個 chat room 嗰度咧，就俾大家望下，呢個係一個德文嚟嘅嚇，即係我寫咗俾大家嘅啦，係德文嚟嘅，你係可以將佢擺落 Google Translator 啦，咁你就知道佢嗰個嘅英文到底係啲咩嘢啦嚇。咁呢一個德文就係講緊 keyword 啦，或者常用字咁樣嘅意思。好啦，兩位嘅君王都係發夢，兩個君王發完夢心裏不安。兩者都命令嗰啲嘅神僕去到解夢，但係嗰啲嘅神僕都不能去到成功解夢。兩者都有神僕推薦嗰個解夢者，一個就係嗰個酒政，終於想起原來有一個約瑟，一個就係另外一個就係巴比倫，佢推薦但以理。兩者都説明嗰個解夢嘅人，無論係約瑟定係但以理，係講緊解夢嘅能力係出乎呢一位嘅上帝。兩者解完夢之後咧，嗰個君王都好滿意。兩者好滿意之後，佢哋都係被舉起、被提升，提升到一個嘅地步，係管理全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態度。咁變咗，你會發現呢個但以理咧，簡直就係約瑟2.0嚟噶噃。不過有一啲嘅關鍵嘅字眼或者關鍵嘅嘢咧，係證明得到其實但以理係比約瑟更勁，因為你會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嗰個夢咧，佢係唔記得咗啊，而法老嗰個夢，法老自己係可以講得翻。咁變咗但以理係能夠理解同埋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發啲咩夢咧？呢個先係神奇啊！就係神嘅即係神嘅能力先至做得到。第一，第二咧，你會發現法老嘅情緒同埋尼布甲尼撒王嘅情緒係截然不同。法老係情緒穩定啲嘅，就算佢心裏有不安。但係佢亦都唔會好似尼布甲尼撒王咁樣樣發晒脾氣啊，要宰殺晒嗰啲解唔到夢嗰啲嘅神僕啊咁樣樣。咁兩者咧都係有一個類似，就係約瑟係敬畏上帝，但以理都係敬畏上帝。不過你會發現約瑟咧係比較融入呢個埃及嘅文化多啲。但以理咧係堅持佢希伯來人嘅身份係多啲，包括佢唔食
嗰啲嘅即係人哋用嘅黃鱔啦，淨係飲清水同埋白菜啦。包括佢咧係唔會向嗰個尼布甲尼撒王嗰個金像去到下拜，硬係都要打開個門，向住耶路撒冷個方向去到祈禱。最後佢就俾人掉落去獅子坑啦。呢一種咁樣嘅景象咧，你就發現唔到喺約瑟嗰個光景嗰度去到揾得到。所以無論講佢嘅信仰嘅堅持程度，又或者對上主嘅忠誠，又或者佢解夢嘅能力咧，但以理都係勝人一籌嘅。不過勝人一籌唔係因為但以理特別勁喎，而係因為我哋嘅主佢喺唔同嘅處境同埋難關入邊咧，亦都係幫助一啲有神嘅靈充滿嘅人啦。因為只有神嘅靈先至能夠幫人去到解夢，人嘅專業同埋知識係好有限。點解呢？就因為埃及嘅術士、巴比倫嘅術士、嗰啲嘅占卜師係全部冇辦法去到幫手去到解夢。啊！大家唔好睇小我自己咧。以前係博士論文嘅時候，係讀呢個古近東嘅叫做占卜啦，又或者嗰啲泥板嘅研究。而的而且確真係當時喺當時比較文明嘅社會，真係嚟自巴比倫。啊，巴比倫入邊有好多觀星啦、占卜啦、解夢啦嘅措施。等陣間我會幫大家去到一一去到拆解，全部呢啲都係有得讀書㗎噃。甚至學者咧係重構咗巴比倫。如果你要讀占卜術，你要讀觀星學嘅嗰啲嘅 curriculum 啊，究竟佢嘅課程，譬如第一年讀乜啊，第二年讀乜咧，學者都重構到喎。其實因為都係睇到當時嘅泥板係講啲乜咧，就從而推敲同埋 reconstruct 到佢嘅 curriculum 啊，佢嘅課程到底係點樣樣。咁變咗，你會發現當時嘅文化呢啲係好高嘅個叫做精英嚟嘅，佢哋係幫手嗰個皇帝咧，譬如佢打唔打得贏呢場仗啦，譬如嗰個國家饑荒點算啦，譬如觀星嘅時候有咩凶兆啦，佢嘅生嘅仔要改啲咩名啦，其實就全部咧都要靠呢啲嘅占卜嘅專業咧去到幫佢哋去到做。但係而家咧，約瑟同埋但以理係有神嘅靈去到充滿，以致佢能夠幫手解夢咧，即係咩意思？即係聖經係顛覆呢啲嘢咯，顛覆呢啲當時古近東嘅人嘅專業啊，顛覆佢哋原來呢啲咧全部冇料到啊！佢哋個個學咁多嘢咧，全部原來係假神嚟噶，佢哋嗰啲占卜係邪術嚟噶，係完全係做唔到呢件嘅事情。唯有神嘅靈咧，先至係可以幫人去到解夢，直接衝擊緊當時古近東文化對於呢啲專業嘅理解。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創世記入邊，你會發現約瑟咧解到夢，其實就係嗰個聖經嘅作者，好想話俾讀者聽，唯有神嘅靈去到充滿上帝嘅僕人，先至能夠解到夢。唔係嗰個僕人特別勁，唔係佢因為佢特別敬畏，而係因為有神先至能夠做得到。同樣地。呢個係第一，第二係顛覆緊當時埃及古近東神明嗰種嘅天文學啊、占卜術呢啲嘅生命記所禁止唔能夠做嘅事情咧。原來佢嘅本相其實都係不堪一擊嘅嚇，即係冇辦法能夠可以幫嗰個國家，特別幫佢嘅皇帝咧做到解夢呢件嘅事情。好啦，咁我哋就第一部分咧就解到嚟呢度先。第二部分咧我就即係。而下落嚟就會講下嗰個故事啦。嗰個故事咧，就喺創世記入邊咧，繼續去到講落去。好啦，而家約瑟做咗宰相啦，係咪？即係話有7年嘅豐年，然後就7年嘅荒年啊嘛。咁佢豐年嗰陣時咧，就不停為埃及儲蓄呢個糧食，為嘅目的就係要應對個7年嘅荒年啦。係咁儲，係咁儲，話到明係豐年咧。亦即係話，你一年嘅收入未必真係淨係得一年嘅收入咁少喎，可能佢一年嘅收入等於3年嘅收入都未定喎。咁所以佢就係咁儲，係咁儲，儲到咧就係嗰7年嘅荒年嚟到嘅時候咧，佢就有嘢食啦嚇，咁樣樣嘅情況。不過好不幸，嗰7年嘅荒年都波及到迦南地啦嚇，特別留意迦南地同埃及地係唔同。埃及地就算冇雨落都能夠生存得到，
因為佢靠晒嗰條嘅尼羅河，同埋呢一個即係尼羅河嘅下游嗰個 Delta，亦即係三角洲嗰個嘅農業咧，就能夠可以灌溉得到。啊，你知道當時嗰啲水咧，透過嗰啲嘅水溝啦，引導到喺嗰個田嗰度，以至嗰班嘅農夫係可以攞嗰啲嘅水咧去到進行灌溉，所以唔使落雨咧，靠晒嗰條尼羅河咧，其實就已經搞得掂。但係迦南地唔同，迦南地咧係一定要有落雨先至能夠有農作物嘅提供。咁啊，所以迦南地咧係每年係兩個時間落雨，一個叫秋雨，一個叫春雨。冬天就係雨季，夏天就係旱季，同香港咧係有啲唔同，係倒翻轉嘅嚇。咁當然迦南地饑荒其實就係講緊冇雨落。咁所以迦南地所盛行、所敬拜嘅神明咧，通常係同有冇雨落係有關係。因為你能夠想象啦，你古代嗰啲人係控制唔到個環境，唯有靠咩啊？唯有靠嗰啲巴力啊、亞舍拉啊，先至能夠係可以幫你解決你眼前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巴力係一個咩神咧？巴力就係一個雷電神嚟嘅嚇，雷電。啊，點解雷電咧？就係因為你要行雷先至落雨啊嘛，所以有巴力就有豐收啦。當時啲人咁樣去到相信。亞舍拉係咩神啊？即係你拜得佢多咧，就有仔生啊嘛嚇，有仔生就係亞舍拉啦。而亞舍拉就係巴力嘅老婆嚟嘅，佢哋係兩公婆嚟嘅其實。咁所以迦南地嘅神明咧，係比較重視嗰個落雨多啲，呢個係功能性嘅上帝。但係無奈地就係整個嘅迦南地就係饑荒，成個雅各家住喺迦南地咧就面臨糧食嘅危機，咁樣樣就必須派佢嘅兄弟咧就落到埃及，咁啊10個兄弟咧就前往，就唯獨 keep 住呢個便雅憫，即係最拉仔咧就留在家中。啊，大家留意。落埃及呢件事，大家係咪覺得似曾相識呢？就係我哋記得，就係亞伯拉罕，係咪？亞伯拉罕同樣地都係因為饑荒，所以就落到埃及。嗱，而家同樣地都係雅各家同樣地因為饑荒，所以派啲兄弟落去埃及。然後落去嘅時候，約瑟就認得出佢個哥哥，就開始對佢哋進行一系列嘅測試啦。咁啊，饑荒嘅主題咧喺創世記入邊反覆出現，而下埃及呢個主題就喺呢一度就成為神引導歷史嘅一個嘅工具啊！嚇，咁啊，讓大家去到睇嗰個背景先。嗱，其實雅各面對緊嗰個困境嘅嚇，嗰個困境就係佢糧食用盡咗啊嘛。咁呢件事唯獨你要解決咧，就必須落埃及嗰度去到糴糧啦、買糧啦，因為聽聞嗰度咧就好多糧食，咁梗係啦。咁呢一個嘅約瑟咧就已經儲咗7年嘅糧食噶咯噃，所以7年嘅饑荒咧就一定有嘢食啦。咁啊，既然係咁咧，倒不如就呢一個嘅雅各咧就派佢嘅仔咧就落去糴糧啦嚇咁樣。好啦，咁但係好不幸。佢就嗰個約瑟咧就要試驗佢哋，就話佢哋係奸細，係間諜嚟嘅。原來係要扣起佢哋啦。咁啊，但係佢哋點解釋？佢就不停咁樣解釋，就話我有個爸爸喺迦南地㗎，仲有個拉仔嘅之類嗰啲。咁啊，約瑟就去到試驗佢哋啦，就話若然你唔帶佢個拉仔嚟嘅話咧，你就冇辦法就兌換翻佢個哥哥，就係西面咧，就俾佢嗰個約瑟去到扣押住啦。OK，咁啊西面被扣押喺埃及嗰度，生死未卜，但係咧約瑟仍然都俾佢攞啲糧翻去佢屋企嗰度食啦。咁啊呢件事就食晒嗰啲糧之後，仲要翻去糴糧噶嘛？咁好似雅各好似失咗憶咁啦，佢唔記得咗。喂，其實西面就係被扣押嘅喎。仲話你唔可以放呢一個便雅憫同佢去到同去，因為明明就係個約瑟咧，係要求嗰班嘅哥哥們係一定要帶埋呢一個嘅便雅憫落去，先至係可以見第二次面噶嘛。咁啊，所以雅各咧就迫於無奈，就必須咧就俾佢哋帶埋便雅憫去到去。
咁然後猶大咧就向呢一個嘅即係雅各，即係佢爸爸咧，去到即係起誓啦，就話我一定會帶翻呢一個嘅便雅憫翻嚟嘅。如果唔係咧，你殺埋我個仔啦咁樣樣。咁啊，所以雅各嘅記憶問題，令到佢就失去，即係佢話失去咗約瑟啦。佢唔想失去埋呢個便雅憫。咁類似係咁咧，佢就講咗一句，就話：唉，我真係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下陰間，因為佢已經冇咗個拉仔，而家再冇埋便雅憫，佢就死得啦嚇咁樣樣。類似係咁樣樣嘅背景咧，我哋就真係睇下究竟成段嘅經文去到即係佢嘅鋪陳啊。究竟係點樣講啦？咁其實個鋪陳咧就一啲都唔複雜嘅。我喺呢度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個信息咧，就係關乎呢一個饒恕呢一個嘅課題嚇。特別饒恕呢個課題咧，就有3點好想同大家一齊去到分享即係當然嗰3點咧，全部都記載咗喺呢本書入邊啦，就係與祝福的1毫米距離。咁你詳情都可以買呢本書。好薄嘅就其實都好快睇完。第一點咧就係、如果你要經歷饒恕一個人我哋成日話噶嘛，喂佢得罪咗你，你不如饒恕佢啦，因為主都饒恕咗我哋咯。咁你點解唔可以饒恕佢哋咧？咁有時咧，講得多咧，都會成為一個二次傷害嘅。即係譬如let's say 如果佢係你殺父仇人嚟嘅，殺咗你阿爸，你饒恕佢係咪好困難啊？你話唔係啊？你擺喺心入邊唔好啊！你饒恕佢，有時咧就好似講呢啲嘢咧，就好似喺個傷口入邊去到撒鹽一樣。特別對於一啲人譬如佢強姦過你咁算，哇！你唔係嘛？你要我饒恕佢？我點做得出啊？其實我都係個受害者，我都即係好大傷害。嗱，同樣地呢一件嘅事情擺喺約瑟嘅身上，其實你能夠想象係好困難，係咪？你諗真啲，佢哥哥講過啲乜嘢嘢，約瑟都應該歷歷在目。當我約瑟喺個坑入邊嘅時候，佢個哥哥們真係開會討論過，係要殺咗約瑟嘅，係咪啊？即係大家記得。然後只不過有猶大去到阻止咗呢件，流便阻止咗呢件事，最後竟然為咗一啲嘅錢，就將佢個細佬賣咗出去。你試下嗰個係你你會有咩感受啊？其實嗰班嘅哥哥簡直就係你嘅仇人啦，係咪？咁樣對待你嘅親細佬係咪？佢係招積啲，係攞咗件彩衣，又不停咁樣去到晒命，就話我發咗呢啲夢。但係你又未至於去到咁係咪啊？即係你唔係咁樣親手對你嘅細佬係咪？咁所以去到呢一度，哇！你叫我饒恕我啲哥哥，唔好講玩啦。我而家倒翻轉頭，成為嗰個宰相啦。哇！你而家咧喺我面前下拜，哇！咁呢件事咪正正應驗咗我當初同你講嗰個夢咯。嗰個夢就係11個星星同埋太陽同埋月亮向我下拜啊嘛。咁啊，正正應驗咗呢個夢。有好多人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就叫做風水輪流轉。你昔日得罪咗我，你令到我好慘，你令到我成為一個超級受害者。好啦，而家唔同啦，呢個世界過咗20年之後，風水輪流轉，你要求我啦，你要喺我面前咧去到下拜並且咧我可以有殺生權，隨意咁樣樣去到辦你哋都得啦。其實呢個世界就係咁樣樣即係你一次失儀，然後再一次失儀坐到監，再一次失儀就係個酒證唔記得你。好啦，而家難得咧，法老去到幫你上位，但係咧成件事本身嗰個劇本，常理你應該要報復咯。哇！你班大佬，你當初想整死我係嘛？咁我而家玩翻你哋先，我而家咧起碼咧都係落緊你哋先咁樣樣。不過喺呢一度，我哋值得提一提約瑟有冇咁樣做？約瑟最後係寬恕同埋復和咗同班兄弟點解佢都能夠做得到？點解佢係會咁樣樣去到做？咁個答案咧就係有3點好想大家知道第一點咧就係如果你要饒恕一個人，你係饒恕同埋復和，
你起碼嗰個傷害你嗰個人啊，一定要認錯先得。如果佢哋覺得呢個都唔係錯嘅話，即係你唔肯認錯，就冇條件傾嘅，係咪啊？喂，你唔肯認錯，你嗰件事係極度邪惡，我點樣可以饒恕得到啊？係咪啊？認錯其實就係一個饒恕嘅先決條件。嗱，認錯唔知饒唔饒恕得到嘅，不過起碼你冇認錯，你點饒恕啫？係嘛？咁所以你會發現，就係認錯呢件事情咧。佢哋係做咗啦，我同大家睇一睇個經文啊，我 show 個經文俾大家望一望。啊，特別即係42章啦，創世記啦，雅各就見埃及係有糧食啦，咁就吩咐佢啲兒子們為你哋做乜彼此觀看啊？即係你眼望我眼，不如咧你哋落去糴糧啦，咁樣樣就差遣咗約瑟個10個哥哥，就落去埃及嗰度去到糴糧啦。嗱，首先我哋睇下啦。跟住就約瑟咧諗認得佢哥哥，呢個係第8節。然後約瑟就諗起從前所發嘅兩個夢，一個就係禾捆向佢下拜，一個就係太陽、月亮、星星向佢下拜。就話啦，你哋係奸細，要窺探呢個地方。跟住就話唔係喎，我主要係嚟糴糧嘅喎。最後成件事，我頭先都講過，就係咧呢一個就即係要運佢哋坐監啦。跟住咧就要留低西面喺呢一度咧作為人質啦。並且約瑟就對佢講：我係敬畏上帝嘅，你們照着我嘅話做咧，就可以即係行啦。嗱，呢一度我是敬畏上帝呢個 term 咧，就構成嗰個關鍵。係你係一個受害者，去到一個風水輪流轉嘅地步，你大不了可以報復。但係你見約瑟冇報復，點解？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敬畏上帝嘅人。如果嗰班嘅大佬係好差對你，你又雙倍奉還嘅時候，其實你嗰個人格啊，就同你嘅大佬冇乜分別噶喎，係咪啊？你捅我一刀，我又捅翻你一刀，係咪？其實都冇乜分別，累鬥累。但係因為佢敬畏上帝，所以就算你話報復，佢就讓上帝去到報應佢哋。但係佢係敬畏上帝嘅意思，即係話佢唔會用自己嘅血氣同埋自己嘅行動去到做呢件嘅事情啦。咁啊，所以最後咧。就係就要留一個人做人質啦。當佢哋去到傾留邊個以致佢哋能夠帶便雅憫嚟嘅時候咧，呢個佢哋就講咗一番嘅説話，我就 highlight 俾大家睇，用黃色 highlight 俾大家睇。呢個就係42章嘅21節，他們彼此説：我們在弟兄身上實在有罪了。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他心裏的愁苦，卻不肯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嗱，呢一句非常重要。你見到佢哋終於點啊？終於知錯，終於知道原來佢當初賣咗約瑟，就係當佢約瑟哀求嗰班兄弟嘅時候，我唔肯聽約瑟嘅哀求。以致嗰個報應啊，嗰個苦難就臨到我身上。流便亦即係裏邊就話：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不可傷害那孩子嗎？只是你們唔肯聽，所以流他血的罪就向我哋追討啦。他們不知道原來約瑟聽到佢哋講啲咩嘢，就出去哭咗一場啦。咁樣嗱，呢度好緊要。就係當一個犯罪嘅人落難嘅時候，佢能唔能夠意識得到佢呢個苦難係因為佢以前謀害咗佢嘅兄弟，以致上帝透過呢個場景將嗰個苦難臨到佢哋身上，呢一種嘅解說嘅能力啊，其實呢種係一個解說嚟嘅喎，對你生命入邊嗰個苦難嘅一個嘅解說。呢個解說嘅能力能唔能夠 aware 得到？嗱，你會發現佢班兄弟咧，終於知衰啦，終於知道而家面對嘅光景咧，簡直就係一場報應嚟啦，係咪？報應嚟嘅。咁所以第一點咧，就係我哋會留意，就係約瑟之所以能夠饒恕，起碼嗰個第一點，就係佢哋肯知錯，肯知道認罪，並且
呢個罪流人血嘅罪係極度嚴重啊嚇，即係一個咁樣嘅罪，成為一個最低消費啊起始點。喂，大佬，如果我真係要饒恕一個人，嗰個人知唔知道自己犯錯先？肯唔肯同你 say sorry，係一個悔改，係一個認罪先。咁如果唔係，我哋成日教導啲受害者，要求佢哋不如你饒恕某個人啦，饒恕咩一個人，係咪對嗰個受害者係一個二次傷害先係嘛？你起碼嗰個嘅先決條件同埋嗰個嘅最低消費啊，就係對方係可以認錯先嘛嚇呢一件嘅事。咁就係呢段嘅經文關係，即係點解能夠突破得到？我哋唔好將個責任擺喺嗰個受害者嗰度，個責任係要嗰個加害者係要肯認錯，呢個就係第一步。關係先至能夠可以突破，否則喂真係冇計傾嘅喎。你係唔知你錯，咁我點饒恕得到咧？咁樣呢個係第一點，大家留意啊。第二點咧，要經歷饒恕，就佢哋嗰班人咧係要經歷上帝查明佢嘅罪。我哋睇睇43章啊，43章嘅第九節啦。猶大咁佢哋翻上去啦，掟咗啲糧翻去啦，雅各佢哋有得充飢。不過西面咧就留咗喺埃及嗰度去到做人質。嗰個條件咧就要帶翻呢個便雅憫去到埃及嗰度，俾嗰個約瑟去到睇啊嘛。咁佢哋終於嗰啲嘅糧食又食盡啦。佢個爸爸咧就再次吩咐佢哋：喂，你哋不如幫我去埃及去到掟糧啦。你覺唔覺得佢爸爸係好似失憶咁啊？唔記得咗埃及嗰個人咧，就要求便雅憫都去喎。咁猶大咧就話：你嘅弟兄若你們嘅兄弟即係便雅憫咧，若不與你們同去咧，就不得見我面啦。然後咧就以色列咧即係雅各啦，就話：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我咧？點解你哋話俾佢聽你有兄弟咧？嗰班嘅兄弟咧就話：喂，我點知佢真係話要必須帶你嘅兄弟落嚟之類，即係有一番嘅對話喺呢一度。然後你會發現呢個嘅猶大咧向佢嘅父親去到講咗一番嘅説話。我用黃色哈利底俾大家望望，亦都係關乎罪嘅問題。喺第9節就話：我為他作保，你可以從我手中追討。我若不帶他回來交在你面前，我情願永遠擔罪。哇，好唔同啊！我情願永遠擔罪，即係佢願意孭起嗰個責任。你諗真啲，昔日佢點樣對待約瑟係咪？約瑟又係拉仔，而家便雅憫都係拉仔，但係佢嘅態度係180度去到改變。我帶唔翻便雅憫嚟咧，情願我永遠擔罪嘅呢一個咁樣嘅描述，就成為一個突破啦，係一個突破嘅起始點啦。並且咧，即係跟住你會發現咧，嗰個嘅經文繼續講落去啦。講落去咧就係好啦，帶咗嗰個便雅憫落去啦，落到埃及啦，成個故事就發現喎，原來真係真喎，你有一個嘅細路哥就係便雅憫喎。OK，咁我就確定咧，你哋原來唔係奸細啦，唔係間諜啦。好啦，就送糧俾你哋，然後你掟翻去咧，就攞翻屋企。不過咧，就私底下將一個叫做銀杯啊。銀杯咧就偷偷地擺咗落去佢哋嘅袋嗰度，為嘅目的咧就最後就係啦，即係就最後咧將我的銀杯和那少年人嘅銀子一同擺落佢個袋嗰度，為嘅目的咧最後又假裝去到誣告佢哋啦。加再追上去嘅就話咧就唔見咗個銀杯喎，然後抄到咧，原來佢哋嗰度個袋入邊就有個銀杯喺嗰度。然後嗰個家宰搜到啦。原來喺邊個袋嗰度搜到咧？就係便雅憫個袋嗰度搜到。就話邊個袋搜到，就邊個人咧就要留喺埃及，你哋可以走。即係話咧，便雅憫就要留喺度。猶大咧就講咗一句嘅説話，就係我用黃色 highlight 俾大家望一望。
我們對我主說什麼呢？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我們怎能自己表白出來呢？神已經查出僕人嘅罪孽了。我們在那，我們與那在他手中搜出杯來的，都是我主的僕人。咁啊，呢一句咧就係呢一個好重要。神已經查出僕人的罪孽了。一步一步咁樣樣，讓佢嗰班兄弟就知道原來佢哋有罪，佢哋有罪，佢哋有罪。係佢猶大獲得一個嶄新嘅眼光，佢開始用神嘅角度嚟到睇事物，並且相信上帝係個報應真係會臨到。咁呢一種就係關係嘅突破啦。喺關係入邊有神係好重要。神已經查明咗僕人嘅罪。咩叫查明？查明就係代表神喺細節當中深深了解同埋明白，並且佢會作出審判同埋報應，成為任何關係嘅保障啦。嚇，猶大咁樣認定咧，就為佢同埋約瑟嘅關係注入咗神學嘅元素噶咯噃。佢原來甘願咧去承受一切犯罪而嚟嘅結果啦。嚇，咁樣樣係啦。咁樣樣嘅情況咧，就係成為第二個原因，點解會經歷饒恕，就係除咗要肯認罪，同埋亦都有上帝呢個元素介入喺嗰個嘅關係入邊，先至能夠做到呢件事。好啦，咁第三個原因，點解要經歷饒恕，就要睇到上帝嘅意思到底係啲咩嘢？好啦，咁啊，終於認人咯喎。約瑟睇到佢嗰班兄弟咧，願意為到佢嘅細佬便雅憫去到付上代價啦，去到出頭啦，就同佢昔日點樣對待佢呢個拉仔咧係好唔同。嗱，兩個都係拉仔嚟嘅，一個係約瑟，一個係便雅憫，兩個都係拉仔，但係佢哋對待嘅態度係完全唔同。佢係要保護呢個拉仔，佢情願為佢擔罪啊，幫佢去到受害，都不惜咧就要讓呢個便雅憫翻屋企。咁呢件事咧就構成佢哋即係要自己承受犯罪而嚟嘅結果嘅一種咁樣嘅情況。啊！突然之間去到呢一點，約瑟終於知道佢哋肯認罪啦，肯為到個細路哥去到擔罪啦，所以咧立即就揭露佢自己嘅身份，就話我係約瑟，我的父親還在嗎？然後就嚇親佢哋啦。哇！原來呢個係約瑟嚟嘅喎，係完全唔知道啊！誒、我係約瑟呢一個咁樣嘅宣認咧，就成為嗰個關鍵嘅起始點啦。並且咧喺第四節都講咗，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加多句，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啊，大家覺唔覺得呢一句係一個傷害嘅一句先？約瑟點樣定義自己嘅身份？我係你們的兄弟，大家見到你們的兄弟，但係同一時間係你們所賣到埃及的。啊，呢兩個係好大張力嘅字眼。我係你嘅兄弟嚟嘅，但係你竟然賣我到埃及啊！啊，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張力，我相信都係約瑟佢本人自己嘅掙扎啦。個掙扎就係我明明係你嘅兄弟。但係你賣我到約瑟，佢記到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張力，但係佢點樣樣去到超越呢件嘅事情？我哋睇埋下幾句。第五節，現在不要因為我賣到這裏就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存生命。現在這地嘅饑荒已經2年了，還有5年不能耕種，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地上，又要施行，即係大施拯救，保存你們的性命。這樣看，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啦。呢一個眼光係好特別嘅眼光，我唔知大家明唔明我講乜？我頭先講過，第一個元素
就係要佢班兄弟要首先認錯，係咪？第二個元素就係嗰班兄弟要由神嘅眼光嗰度去到睇而家佢犯嘅罪嘅光景，就說明神已查出佢嘅罪來。第三個元素就係約瑟佢自己本身，約瑟佢自己本身咧要超越純粹受害者嘅心態。嗱，呢個超越我都覺得係好匪夷所思。啊，點樣超越得到？佢係嘗試由神嘅眼界去到睇翻整件嘅事情，係表面上我係你哋所賣到埃及嘅兄弟，但係實際上佢講咗一句，就係話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佢係相信整件嘅事情有個咁樣嘅佈局，原來神已經一早埋下伏線，就算係一個坎坷嘅經歷啊，弟兄姊妹，嗰個係一個即係極度傷害嘅經歷，真係你要殺咗你嘅兄弟嘅，爭在未落手你就賣咗去埃及，又要再落去監，呢一個過去嘅創傷嘅弟兄姊妹，呢種嘅創傷每個人都有。我自己都有，我自己都俾人陷害過嚇，俾人去到傷害過。我諗好多人都會有。我哋點樣樣去到真係讓呢個嘅傷害，用另一個嶄新嘅角度去到重新再歪大提一次。約瑟就歪到大再提一次。原來咁樣嘅傷害嘅歷程係神差我到這裏來，就話不是你們，乃是神。為咗要成全一個嘅大施拯救，保存你們的性命。呢件事情係匪夷所思。你問我咧，我都覺得我未必能夠可以好似約瑟咁超越得到嗰個嘅眼界。但係起碼你會發現聖經真係俾到一個咁樣嘅即係picture 啦嚇，我哋能夠睇得到啦。係即係其實係一個遺憾嚟嘅，係唔能夠改變嘅。佢人生最大嘅遺憾就係嚟自佢被哥哥去到出賣啊！即係三項不能改變嘅事情啦。嗱，三項不能改變嘅事情，你聽清楚邊三項？第一，佢係約瑟，呢個係第一，冇得變。第二，佢係我嘅哥哥，又係冇得變。第三，我被哥哥去到出賣，三樣嘢。係咪好坎坷？佢係我嘅爸爸，冇得變；佢係我嘅媽媽，冇得變。但係好不幸，我嘅媽媽、我嘅爸爸係譬如係家暴我，又或者又譬如去到不停問我借錢、傷害我之類之類，喺人生一個一大嘅遺憾，冇得變。但係冇得變嘅過程當中，約瑟用另類嘅眼界睇到呢件事情，遺憾係唔能夠逆轉，但係眼界係可以改變。個眼界就係現在，不要因為不要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到呢一度為嘅目的，就係保存性命啊！首先留意自憂自恨咧，佢嘅原文直譯咧就係你們不要在你們的雙眼中去到憤怒啊！即係你聽清楚，自憂自恨呢個翻譯咧，其實唔係真係譯得好好。佢本身應該翻譯做你們不要在你們雙眼中去到憤怒。好啦，點解佢哋嘅雙眼會憤怒咧？嗰班嘅兄弟，嗰班嘅哥哥們，就係佢哋嘅憤怒係嬲邊個？其實係嬲自己，係因為自己犯罪，責備自己嗰個憤怒。嗱，唔係個個有嘅喎，有啲人犯罪真係唔眨眼嘅喎，佢哋真係咧當正自己係食生菜嚇，而家明喐你噶啦嚇，完全係唔會有任何嘅悔疚。但係佢哋哥哥唔同，佢哋哥哥們真係覺得係神報應緊佢哋嘅即係佢哋因為自己嘅犯罪而責備自己嘅痛苦同埋憤怒。當我哋活喺一個不能逆轉嘅關係同埋創傷入邊咧，我哋係會有兩種情況。第一個情況就係痛苦，第二個情況就係憤怒。嗱，既然事情係唔能夠逆轉，亦都唔能夠改變，
咁樣樣，我哋嘅痛苦同埋我哋嘅憤怒亦都不能改變。我哋會假裝好似假裝無視，但係嗰個隱隱作痛嘅心靈咧，常常都成為我哋嘅指控，非常痛苦。但係點解約瑟能夠用兩個不要去到吩咐佢哥哥們不要痛苦同埋憤恨自己呢？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嶄新嘅眼界，就係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存性命。你會發現呢，其實喺原文入邊呢一句係有兩個因為，我讀俾大家聽。原文嘅直譯就係因為你們賣我到這裏，呢個係第一個因為。第二個因為就係因為神差我為了保存你們的面啊，你可以咁樣去讀譯。呢兩個因為都係指向你們賣我到這裏來嘅呢個遺憾。但係而家嘅約瑟咧，就將呢件事給予一個重要嘅意義啦。嗰重要嘅意義就係神差我為了保存你們嘅呢塊面啊，即係你原文咁樣譯啦。呢句就為本身嘅遺憾係注入咗神學，係注入咗神嘅心意，以致人們能夠用超越嘅眼光去到睇事物。我哋以為喺人睇嚟，往往都係來來往往啦，冇任何神作為嘅元素。我哋以為活在一個沒有神嘅關係當中，亦都以為所有嘅人生遺憾就我自己一個人獨自來承受。誰不知約瑟作為先知性嘅造夢者啦，佢不但只能夠解夢，更加能夠解釋關係當中背後嘅上帝。神嘅隱藏都唔瞞得過約瑟，佢為眼前嘅局面咧，賜下咗一個解釋嘅方針，明白咗背後神嘅心意。神能夠運用人嘅不足，甚至係運用人犯罪嗰個嘅行動，嚟到成就佢嘅心意。神係化腐朽為神奇嘅一個嘅上帝。所以喺最後咧，就喺呢一個50章有一句名句啊，我諗大家都能夠睇得到。因為自從佢呢一個雅各死咗之後啦，即係嗰班哥哥們又再驚一餐啦。會唔會驚咧？就係約瑟就報復佢哋啦。咁就所以約瑟就對佢哋講咗一句，大家黃色 highlight 俾大家望一望，就係50章嗰度啦，已經係最後。約瑟就對佢哥哥們講：不要害怕，呢一句好緊要。我豈能代替神呢？因為約瑟有一個深深嘅認知，就係你如果要報應同埋審判一個人，我唔能夠做審判官，唯獨嘅審判官就係上帝。上帝報應呢個係好緊要，所以約瑟絕對唔會做呢一個嘅角色。我豈能代替神？並且重申一句嘅說話：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佢係冇改變呢個立場啊，唔係喎，上帝使用你哋喎，所以咧，原來你哋咧冥冥當中有上帝嘅心意。佢冇咁講，佢係講你哋昔日嘅意思真係要害我。佢冇真係否認呢一個嘅解釋，真係想害佢啊嘛。喂，大佬真係賣落埃及，唔係講玩㗎喎。但係背後原來神嘅意思原來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成就今日嘅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然後就用親愛嘅話去到安慰佢哋啦。所以你會發現約瑟被賣到埃及，那邊廂你都會諗起，其實點解約瑟係可以成為宰相？其實唔係因為佢嘛。約瑟點解可以風水輪流轉？就係因為解夢呢件事情，係咪？但約瑟亦都講得好清楚，解夢嘅能力唔係嚟自佢，係嚟自上帝。所以約瑟都幾知定，知道佢而家點解能夠成為宰相，唔係因為佢勁啊。有好多人係風水輪流轉啦。嗱，你以前得罪我，我而家做咗你老細啦，係咪好勁咧？抵你死啦，係嘛？即係當初做乜咁樣對我，你睇小我啊嗱。咁啊，而家咧到我去到報翻仇，好多人係咁樣諗嘢。但係約瑟唔係咁樣諗嘢。約瑟佢諗嘢咧，就係佢而家之所以成就佢今日嘅光景，
唔係因為佢自己本人嘅能力，唔係因為我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而係因為上帝。一切都係上帝嘅恩典，有今日嘅光景都係上帝一手所賜。既然係咁，佢就唔會利用上帝俾佢嘅職權，俾佢個高位去到行惡啦，整蠱翻佢哋。如果唔係，咁其實你就用咗上帝嘅恩典，行一啲咧叫做即係上帝所不喜悅嘅事情。咁呢個就係即係敬畏上帝嘅意思啦，咁樣樣。好啦，咁變咗成件事情就係帶嚟一個拯救啊嚇，所以咧你見我個 PowerPoint 咧就去到呢一個嘅猶大嘅改變啦，我做一個總結。佢想起佢過去嘅罪，並且猶大願意擔罪啊，並且承認佢嘅過錯啊。特別大家記得我哋上個禮拜佢同他瑪嗰件嘅事情，猶大經歷他瑪嘅事情，就認為呢個他瑪咧比佢更有義，從而咧就經歷生命嘅更新。佢以前係殺害同埋出賣佢嘅弟弟嘅，而家竟然為到佢嘅弟弟便雅憫咧，佢願意自己擔罪，替代佢承受添。嗱，所以你會發現成個救贖嘅歷程咧，係經歷好多唔同嘅遺憾，竟然成就咗上帝嘅拯救啊！約瑟嘅智慧就係透過試驗佢哋哥哥們真實嘅悔改與並饒恕之路啦。我哋睇到猶大佢自己嘅悔改，生命徹底嘅改變，成為弟兄相認嘅轉捩點。最後，約瑟有一個不一樣嘅眼睛，睇到原來成件事有上帝嘅救恩歷史，有上帝嘅歷史嘅作為喺入邊。佢係相信呢一個唔係人嘅巧合，而係神救贖計劃嘅高峰。因為要保存佢哋嘅性命，透過苦難係讓呢個猶大。同埋佢班哥哥們、兄弟們，能夠帶來一個悔改嘅機會，透過饒恕，最終帶嚟復和。不過喺呢一度，唔係要用約瑟呢個嘅經歷去到硬係要求人去到饒恕。我覺得咁樣係唔好啊！特別當對方冇認錯，特別當對方咧亦都冇上帝介入，我哋好難話咧，樣樣嘢都係話有上帝嘅心意啊，樣樣嘢咧都係你唔饒恕，好似問題咧就擺咗落去嗰個受害者咁樣樣。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嘅受害者。就 blame 嗰個受害者，你咪真係好唔掂？哇！你做乜唔饒恕啊？你唔效法基督嘅饒恕，我哋唔可以咁樣做，係因為有啲條件先至能夠創造得到。約瑟呢個故事都恰巧俾我哋睇到嗰個即係條件到底係點樣樣。好啦，到最後我都想講下啲古近東嘢俾大家望一望啦。大家記唔記得咧？約瑟未話擺咗個銀杯落去便雅憫嘅口袋入邊噶嘛？我解釋下咩叫銀杯先。因為呢個係古埃及嘅嘢。因為你會覺得咧，約瑟咧其實都幾受到埃及嘅文化去到影響。佢好似又識得占卜啦，之類嗰啲啦。咁銀杯嘅秘密解釋俾大家聽，係一個占卜工具嚟嘅。呢個銀杯咧係祭司用嚟占卜嘅神聖工具，所謂係無價之寶啦。通常佢嘅做法咧就係以前埃及嗰啲嘅祭司啦，同埋佢啲神明嘅術士咧，就將一啲嘅物體放入一啲嘅液體當中，然後觀察佢嘅走勢係點，從而咧就為嗰個皇帝要詢問一啲嘅事情咧，帶嚟一啲嘅答案嚟㗎。嗱，譬如我都喺度介紹下古近東以前嘅占卜，介紹嘅啫，唔係叫大家學下，讓大家想坐落聖經係當時古近東嘅文化入邊係點樣理解咧？呢個係真係非常有裨益㗎咁樣樣。嗱，特別我哋發現你見到個熒光幕啦，你見到左手邊咧，我哋叫呢啲叫楔形文字啊，大家見唔見到楔形文字？呢啲嘅文字就係全球最古老嘅文字啊！咁我哋叫做 Akkadian，又或者叫做 Sumerian 即係我自己以前係 Durham 都學過呢啲文字啦。哇，其實都好難學嘅，佢係即係要記好多嘢啦，同埋嗰個 decoding 咧，其實都係好困難。不過你睇得明都幾 interesting 啊！睇得明都幾得意嘅。
你唔好問我，因為我已經唔記得晒啦。以前學咗咧，就叫做翻譯咗一塊泥板之後咧，就幫助到我個博士論文。從此我就唔記得咗佢啲文字係點樣翻譯，反而希伯來文就好好多。咁喺呢一度，佢係用泥板嘅，即係你能夠想象用一支竹啦，就係一個濕咗嘅泥板上面喺度壓落去啊，即係壓落去用一支竹就壓成咁啦，咁樣樣。我哋進行你就會諗，喂，點解而家啲考古學家咧係識得睇呢啲咁嘅符號嘅咧？答案就係你應該咧就要去英國嘅倫敦，入邊有個叫做大英博物館。喺大英博物館嗰個廳入邊嘅即係亞述館嘅入口處咧，就有一個非常大嘅石碑，而嗰個石碑咧就係有希臘文進行一邊，然後楔形文字就進行一邊。咁就係一個嘅翻譯嚟嘅，就係呢個楔形文字翻譯做希臘文到底係點？咁其實啲考古學家咧就透過呢塊嘅石碑，透過希臘文嗰度咧，去到認識楔形文字佢嘅意思到底係點，而從而先至 decode 得到呢啲嘢嘅，其實係好得意啊！所以大英博物館嗰個石碑係好鬼緊要啊！咁呢一度你就會發現咩咧？你就會發現喺古近東，特別係古巴比倫、米索不達米亞咧，佢哋有好早期嘅觀星學啦 （astronomy） 啦，又或者好早期嘅 mathematics 啦，就係即係數學啦，亦都有入邊好多記載咗神話嘅故事，都係用呢啲楔形文字去到記載。並且呢啲楔形文字咧，有啲叫做 ritual text 啊。咩叫 ritual text 咧？就係講緊嗰啲嘅祭司禮制嘅程序，嗰程序單到底係點，佢都能夠即係做得到。從而咧，我哋知道原來聖經入邊有一啲嘅描述，我哋識得解啊。嗱，譬如有一個嘅即係觀星呢個占卜術咧，就叫做察看光狀嚇。呢一件事咧，就喺以西結書嘅21章嗰度都有講到嚇。咩叫察看光狀咧？就係講緊咧，原來當時嘅占卜師咧，所謂嘅占卜師，就要幫尼布甲尼撒王嗰支嘅軍隊去到決定行左定係行右嘅喎。行左就攻打一個國家 A 國家，行右咧就攻打 B 國家。咁究竟我應該去左定係去右咧？咁啊，所以嗰個占卜師咧就要察看光狀啦。咩叫察看光狀咧？即係譬如攞隻豬劏咗佢，然後咧打開佢個肚，望一望佢個肝臟嘅形狀啦，佢個分佈到底係點？你知一個肝臟應該係一個三角形嘅物體。譬如如果個三角形咧係指向右邊咧，咁好有可能上帝嘅心意就係右邊喎。指向左邊，可能上帝所謂嗰個神明嘅心意就係指向左邊。呢個係第一個方式叫做察看光狀，係咪好得意啊？然後咧，最後就有最後咧將成隻豬咧或者成隻牛咧就燒咗佢。燒嘅時候咧，睇下啲煙咧點樣飄法啊！即係究竟係飄去左邊啦，定係飄去右邊啦？咁就決定咧佢嗰個方向係應該點樣行。又觀看嗰啲嘅星星喎，嗰粒星亮啲啊，定係閃啲啊，定係點咧？就睇下嗰個嘅皇帝佢究竟嘅壽數係點啊？打仗能唔能夠贏啦？又或者有冇啲重要嘅人物去到出世啦？類似係咁咧。全部都係古近東嘅占卜術，而嗰個約瑟嘅銀杯咧，就其中一個就叫做察看液體啊。察看液體望下嗰啲嘅灰倒落嗰啲液體上面嘅時候，嗰啲灰咧究竟喺個液體上面係點樣流動咧？從而就知道佢個占卜嘅結果到底係點樣樣冇神奇啦嚇。其實呢啲嘢咧，一早咧就俾《申命記》禁止。《申命記》係非常嚴厲禁止呢啲嘅事情，特別喺第14章入邊咧，亦都有一系列嘅禁止嘅清單啊，包括使兒女經火獻給摩洛啦，包括占卜啦、行邪術啦、巫術啦、觀星啦之類嗰啲咧，全部都係古近東呢一啲嘅神明常常做嘅事，呢啲嘅占卜師咧常常做嘅事情啦。咁你要因此咧，你就會覺得約瑟咧。其實你又唔係你想象中咧咁忠於耶和華喎，佢都係受到當時埃及嘅古近東嗰啲嘅占卜術所影響，所以佢身上面係有個銀杯嘅噃，有個銀杯去到塞落
嗰個便雅憫嘅口袋入邊。所以點都好咧，我都覺得佢同但以理進行對比嘅話咧，我就會覺得但以理係即係忠誠啲啦，係嘛？即係就算面對逼巴啦，面對掉落獅子坑咧，亦都即係唔會去到屈膝啦嚇，唔會去到妥協啦咁樣樣。咁變咗讓你知道咧，聖經係禁止呢啲嚇，因為咧同樣地，就算係咁，約瑟嘅罪事其實亦都有暗啞底反對呢啲。因為約瑟嘅罪事當中咧，你會發現就係佢嗰班嘅術士解唔到夢啊嘛，只有約瑟先至解到夢。咁其實就證明反對緊當時古近東嗰啲嘅占卜術完全冇料到咯，係嘛？完全冇料到嗰啲觀星啊嗰啲嘢咧，完全係幫唔到個法老解夢啊！尼布甲尼撒王嗰啲就不在話下。所以既然係咁咧，其實就變咗，就算喺創世紀呢一邊律法仲未頒布咧，喺嗰個聖經嘅作者嘅鋪陳同埋描述入邊咧，就已經對呢啲古近東嘅占卜術進行顛覆同埋負面嘅報導。因為嗰班嘅術士 suppose 就係法老嘅高官嚟噶嘛，suppose 就係我哋叫做 professional 啊，一啲嘅精英嚟嘅。但係佢哋咧係冇辦法做得到呢件嘅事情，就暗啞底其實係顛覆緊原來呢啲全部係冇料到，係假神嚟嘅，係完全冇辦法去到尋求到上帝嘅心意。咁如果係咁咧，我諗我哋講到嚟呢一度，我哋適宜咧做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總結啦。個總結咧就係約瑟同佢哥哥復和，基於三點：第一就係猶大肯認罪；第二神查明嗰個罪；第三約瑟用不一樣嘅神嘅眼界去到睇到整段嘅關係嘅焦點到底係點樣樣，神嘅心意同人嘅惡念嘅對比，咁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我哋亦都能夠睇得到，當你人生好坎坷，又落到低處，又落到波提佛嘅屋企，然後誣告坐監，仲要俾嗰個酒政唔記得咗你。咁坎坷嘅過程入邊，點樣保持一個敬畏神嘅態度？唔係淨係得個受害者自怨自艾、自苦自憐咁簡單。我哋信仰係唔能夠解決你身邊嘅苦難，但係信仰係俾你生命有個承載力，係可以承載苦難。我哋信仰唔係要為咗解釋你而家苦難背後嗰個嘅意思同埋原因，苦難係簡直就係我哋嘅呼吸，但係信仰係讓你能夠承載到你嘅苦難，讓你去到唔同嘅光景入邊，我哋有足夠嘅駕馭力，去到駕馭當時困難嘅環境。所以亦都好希望啦，約瑟嘅經歷成為大家嘅鼓勵同埋提醒。嗱，以下落嚟咧，我就將時間交俾葉松茂博士啦，就同大家去到分享一啲嘅活動，讓大家思考。然後我就睇大家所問嘅問題。咁啊，葉博士分享完咗之後咧，我就會為大家去到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嗱，希望大家無論而家係實時直播嘅話，甚至睇緊錄影重播嗰啲，唔好 fast forward 嚇，俾2分鐘我嚟到去介紹一個啦，覺得對你哋重要嘅一個嘅聚會去聽一聽嚇。咁大家都係參加咗青年神學裝備計劃啦，有部分人可能同我直接傾過電話啦。對於參加青年神學裝備計劃嘅你，我哋咧都誠意嘅嚟到去，希望你可以每年都嚟出席我哋咧今年嘅喺5月7號晚上嘅呢一個嘅聚會。我哋每年一次，我哋叫培靈獻身會啦。雖然叫獻身會，我知道咧未必你每一個人咧都即係認真考慮緊會唔會全時間獻身做傳道人，但係我哋覺得咧呢個聚會咧對你都係好有幫助嘅。一方面當然係可以幫助你認真去思想下呢個課題啦，但係更重要咧，即係無論你獻唔獻身傳道人都好啦，都真係嚟到去俾上帝震撼下你，幫助你思想下你個人生嘅照明。今年嘅呢個嘅講道嘅呢個題目係十架震撼啦，講萬事為糞土，耶穌為至寶。
咁咧由我哋現任院長啦，蔡少琪院長咧，最後一次以院長嘅身份咧嚟到去講呢一個嘅題目啦。即係如果你仲未知道嘅話咧，你哋嘅呢一科嘅老師啦，高銘謙牧師咧，佢今年嘅9月1號就接任建道嘅新院長啦。咁但係而家院長仍然係蔡少琪院長嘅，咁啊嗰晚就去講嘅，你有機會咧去最後一次以院長嘅身份嚟到講呢個嘅獻身會啦。希望咧嗰晚可以見到你哋。當然嗰晚唔係淨係聽佢講道嘅。有各種嘅演出啦，有見到嘅守靈隊、敬拜隊，有見到同埋校友一啲好感動嘅一啲嘅佢哋嘅見證啊，應該嘅肯定係未聽過一啲咁感動嘅見證嘅。其中有一位校友咧係一個內戰嘅地方裏面長傳道人，同我哋分享喺內戰裏面當中咧點樣嚟到去即係實踐佢人生嗰個嘅使命。咁除咗你出席呢個嘅獻身會咧，亦都鼓勵你，特別如果你對唱詩係有興趣嘅話咧，嚟去參加一個我哋嘅聯堂嘅青年詩班咧，當晚咧嚟幫手獻詩。咁咧應該所有青年神學裝備教育裏邊嘅同學咧都可以嚟到去參加嘅，無論你做緊嘢嘅職青或者大學生都係絕對歡迎嘅。咁咧只需要你願意嚟練一次詩就得㗎啦。咁咧練詩係即係呢兩個時間已經寫咗喺呢度啦嚇，3月同埋4月。咁個聚會本身咧係喺呢個荔枝角嘅個獻身會喺恩福堂。咁但係練詩咧就喺灣仔嘅，喺平日嘅晚上願意嚟一次就得啦。咁無論你參加個聚會或者獻詩都好啦。咁咧你一方面如果你而家係實時喺直播嘅話，可以而家 chat room 裏邊啊放咗個 Zoom link 喺度，放咗一個網頁嘅 link，可以直接撳入嗰個 link 度啦。咁如果你係睇錄影重播嘅話咧，你可以而家咧就喺個 QR code 上高，而家嘅錄影上高咧，你可以停一停去喺呢個 QR code 上高咧，你 scan 個 QR code 入到個網頁度咧，就可以報名參加即係呢個嘅聚會或者參加呢個聯堂詩班啦。當然，如果你而家決定唔到嘅話咧，我亦都已經將即係聚會詳情同個網頁個報名嘅網頁咧擺咗喺你哋個 WhatsApp 嘅 community 裏邊㗎啦，擺咗你嗰個社群裏邊啊，你哋即係呢個計劃裏邊嗰個 community 入到嚟都會揾到嗰個網頁嗰個 link 㗎啦嘅話。好啦，咁咧希望鼓勵大家咧喺5月7號嘅時候咧，可以嚟到恩福堂參加呢個十架震撼嘅呢個嘅培靈獻身會。咁咧，我而家將時間咧交翻俾阿高牧師。係唔該晒阿松茂，咁啊係啦，誠意邀請大家參加啦，我都好期待阿院長講呢篇嘅信息，十架對我哋嘅生命到底係一個乜嘢重要嘅意義？喺呢一度我亦都即係嘗試回答大家一啲嘅問題啦。嗱，有人問啦，耶穌說：我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我們的過犯。我哋學習耶穌基督嘅饒恕。係咪需要有條件嘅咧？係咪必須要對方去到認罪咧？咁樣嘅。嗱，喺呢一度我都稍微咧去需要講下嗰段經文嘅背景。嗰段經文咧講緊我哋唔饒恕人哋嘅過犯，天父亦都唔饒恕嗰個過犯，係嚟自一個比喻嘅。嗰個比喻就係講緊有一個人啦，爭咗一個債主天價嘅數字，一世都還唔清。最後嗰個債主哀求嗰個嘅，唔係最後嗰個嘅債仔啦，哀求嗰個債主啦。最後個債主伸出憐憫，佢就即係免去佢所有嘅債務。本來就諗住鏈住佢條頸，叫佢去到坐監。咁但係而家唔使還啦，好啦，咁佢就卡數一筆清啦，係咪？卡數一筆清之後咧，佢就見到佢隔離個鄰舍啦，爭咗佢少少嘅債務，就鏈住佢條頸，叫佢還清。咁啊，最後佢嗰個人咧就哀求佢可唔可以通融啦，佢就完全冇咁做，就竟然搵佢坐監。最後有啲人咧就將呢件嘅事咧去到告訴佢本來嗰個債主喎，咁啊見本來佢嘅債主咧見佢咁樣做，佢就咧重新要求計算佢嘅債務啦。大家知道啦，就係呢段嘅經文。咁如果我哋睇呢段嘅比喻嘅話咧，其實你係上帝饒恕你，就等於免去債務咁樣嘅意思。咁你係哀求債主嚇，上帝赦免同埋醫治，其實你都知。當我哋信咗耶穌，我哋起碼都要認罪，係咪啊？喺上帝面前認罪，承認我係一個嘅罪人，並且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嘅救主，我從此就成為一個嘅基督徒。同樣地，我哋要饒恕別人，別人亦都應該咁樣做喎，係咪啊？應該要認罪，
然後就承認自己嘅過犯，咁啊起碼都成為嗰個嘅起始點，我能夠饒恕人哋嘅過犯，咁變咗呢一點咧係對等嘅，即係話上帝對我哋都要求我哋認罪嘅喎，否則佢嘅赦免都臨在唔到喺我哋嘅身上，係嘛？咁所以呢一個同呢段嘅經文咧，亦都係即係應該就係冇衝突啦。好啦，咁有人問啦，即係約瑟融入外邦人嘅文化，有冇同以色列人嘅身份有衝突？我可以答係有咯，嚇有衝突嘅。所以你會發現約瑟咧唔係一個完美嘅人嚟嘅。嚇有人問啦，喂，咁佢擺個銀杯落去佢細佬個袋嗰度，即係誣蔑佢嘅細佬，係咪唔啱嘅做法咧？我都覺得係有啲過火，真係唔啱嘅喎。佢測試佢哥哥們嗰份認罪嘅心，嗰個測試本身都幾狡猾嘅，其實真係。咁呢一種特登陷害別人啦，呢一種咧即係叫整蠱人哋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啲值得商榷啊。其實都唔係一個好正當嘅手法。誒、其實我從來都唔覺得約瑟係一個完美嘅人嚟嘅。不過有啲人覺得佢係完美啦，但係我都未必同意嘅。咁樣樣咯。好啦，咁就話啦，舊約係唔能夠容許信徒占卜未來啦。咁而家個信徒可唔可以占卜未來？咁梗係唔得啦，係咪？因為舊約都係我哋聖經權威嘅一部分啦。咁啊，所以舊約既然禁止嘅嘢咧，我哋當然禁止而家都唔會做啦。所以奉勸大家咧，你前排咧，上年有個好 hit 嘅話題。未話有一本嘅漫畫叫做《我所看見的未來》噶嘛？佢預言7月份咧，突然之間太平洋就多咗一個嘅陸地啦，係咪啊？因為地震，日本係一個勁大嘅地震，結果咧就好似冇事發生喎。你會發現好多人進行未來運程預測啦，就嚟都馬年咯，亦都睇下你有冇印堂發黑啊，係咪犯太歲啊，係咪之類嗰啲咧？其實呢一啲就同古近東嘅占卜咧嗰個嘅邏輯係一模一樣。所以既然係咁咧，我哋奉勸各位嘅信徒呢啲都係嚟自假神啦，係嚟自撒旦嘅作為啦。並且係同聖經係所相違背，而聖經透過約瑟咧已經講得好清楚，原來呢啲嘢都係逼人啊，係冇辦法能夠解到夢，唯有神嘅靈咧先至可以能夠做得到啦，咁樣樣。好啦，咁有人問啦，當現實當中咧，我哋真係要饒恕一個人，真係唔容易，應該點樣樣先至能夠知道神想我哋點樣饒恕咧？我諗睇聖經都緊要嘅。睇聖經，你會發現約瑟呢個故事，佢嘅即係方法就係用神嘅眼界去到睇啦。當然，你饒恕唔到一個人咧，唔代表你犯錯噶。有時真係冇辦法能夠饒恕。不過起碼你唔會去到用自己邪惡嘅方法去到進行報復咯。呢個我認真嘅，因為你唔會開心，同埋係得罪上帝嘅。有時佢譬如家暴你咁樣樣算啦，你冇理由即係叫做報仇，即係捅翻佢一刀噶嘛。咁基本上咁樣冤冤相報，亦都係未必合乎上帝嘅心意。你起碼唔會以惡報惡，咁已經贏咗噶啦。其實已經係合乎上帝心意。能唔能夠進一步饒恕、寬恕，更加再進一步去到復和呢？係仲有兩步嘅，而仲有嗰兩步係咪做得到？係在乎對方，係在乎好多你唔能夠控制嘅範圍同埋命令，亦都在乎緊你自己嘅心情。你係咪 ready 做呢件事？如果 ready 唔到，千祈唔好怪責自己嚇，因為你起碼喺呢件事情上面，你保持生命有良善，而唔係以惡報惡，咁你個信仰啊就已經係好真實。千祈唔好因為自己係受害者，反而就歇斯底里咁樣樣，成為另外一個加害者。呢個我都擔心。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受害者，你做一個敬畏上帝嘅受害者，你做一個唔會以暴易暴嘅受害者，其實呢個係好難得噶啦。OK，如果我哋再進一步要話要饒恕咧，
其實就係難能可貴嘅，能夠復和呢個係用上帝嘅眼界睇翻成件事咧，先至做得到。但係唔能夠好苛求，或者佢甚至係 blame 某個嘅受害者。哇！你做唔到，你就唔係敬畏上帝。我哋唔可以咁樣樣，因為畢竟成個關係唔係你唔會 blame 一個叫做俾人傷害嘅人嚟噶嘛，係咪？咁所以成人生就係充滿苦難。係啊，有時係唔能夠解釋嘅，我都唔能夠解釋。就算連約伯啊，佢都唔知道苦難背後嘅底蘊到底係點嚇。咁呢個係我喺呢度勉勵大家、鼓勵大家啦，咁樣樣。神係咪容許我哋不饒恕對方？我覺得係㗎，即係當對方係未能夠去到認錯啦，未能夠去到悔改啦，同樣地，我哋都冇辦法饒恕嘅，真係。同樣地，你都諗下，我哋作為罪人，如果我唔承認自己有罪，我唔承認自己犯錯，你估上帝有冇赦免？當然冇啦，係咪？我哋都要承認自己係有罪，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嘅救主，我先至嘅罪係能夠得到赦免。咁同樣咁樣對等去到對方人呢，我相信呢個都係聖經嘅立場啦，亦都係上帝對待我哋嘅立場啦嚇咁樣樣。好啦，咁有人問啦，喂，咁唔係喎，喺舊約嘅律法入邊咧，就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嘅呢件事噶噃，係咪？咁呢件事咧，就係出現喺利未記嘅24章嗰度。嗱，我解釋俾大家聽，律法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樂還樂、以命償命、以傷還傷嘅呢件事，並不是攞嚟冤冤相報何時了嘅。即係唔係攞嚟報，唔係攞嚟主張報復嘅，反過嚟係要減少報復嘅，係咪好出奇咧？我解釋俾大家聽，譬如以牙還牙啦，你打崩我一隻牙，律法只容許你打崩翻人哋一隻牙，你就好收手啦。咁即係話佢係要停止嗰個無休止嘅報復啊！有人你整埋你一隻眼，啲人個報復就係整埋你兩隻眼，然後人哋講你是非，你又講人哋三個是非，累鬥累咁樣樣，然後律法就想規限呢件嘅事情，就用一種叫做 equal punishment 啊，我哋叫做即係對等嘅審判，對等嘅即係叫做咁樣報復。讓你就因此咧去到停止無休止嘅報復，咁呢一個就係個立法原意啦，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嘅立法原意。但係到後來新約嗰部分咧，去到耶穌基督嘅年代，佢就竟然嗰班嘅文士咧就係曲解咗呢一段嘅律法，就將呢個律法咧成為一個報復嘅理由啦。所以耶穌咧就將嗰個邏輯咧再推進一步。就係若然打你左邊面，你任得俾人打埋右邊面，係咪啊？大家記得呢件事。有人叫你行一里路，你就同佢行多2里路，就搞到佢 embarrass 啊，即係搞到佢 embarrass 咧，你就停止嗰個報復。嗱，所以立法原意係停止報復，但係原來律法係會俾人利用去到進行報復。咁啊，所以耶穌咧就好想回歸翻嗰個立法原意，就係停止報復嘅原意。咁啊，用另外一種叫做對等嘅恩典，對應嘅恩典咧，去到停止呢一個嘅報復。所以去到保羅嗰陣時咧，就唔係以惡報惡啦。保羅嘅意思咧，就係以善去到勝惡。咁所以你會發現舊約嘅律法係唔完備嘅，即係佢有時咧係會俾人利用，係達唔到嗰個立法原意。耶穌咧就要創新啦，係好想，其實律法咧係耶穌講過，律法一點一滴都唔可以廢去嚇。律法咧就係一個就係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我來係要成全律法。呢個係耶穌講，佢成全律法，成全律法啲乜？成全律法嘅立法原意。佢好想睇得到一個嶄新嘅素材係點樣去到，即係重新演繹律法嘅意思到底係啲咩嘢啦？咁樣樣係啦，咁變咗成件事情咧，就係去到咁樣去到處理啦，咁樣樣。誒、咁
咁當然啦，有人話啊，即係我本書都有寫啦，饒恕人哋咧，其實係對自己好嘅，無論係生理同埋心理上。啊，但係咧，饒恕唔一定係和解咯，係嘛？啊，有時你擺低嗰件事，未必真係代表放生人哋咁簡單啦，有時係放生自己都未定㗎，咁樣樣咯。啊。係啦，有人問猶大需要向約瑟尋求饒恕，咁樣樣基督徒犯了罪係咪有道歉或者向人認罪嘅責任？咁真係當然係啦。你唔小心踩到人哋腳趾尾啊，你唔小心喎，你可以講喂，我唔小心啫，你使唔使咁惡啊？即係你唔可以咁講嘅喎，因為你就算唔小心都要同佢講 sorry，係嘛？咁何況你係故意啊？故意即係譬如講咗個是非，傷害咗某位姊妹，你係咪應該要同佢道歉啊？係嘛？咁即係耶穌都有講，如果你諗起你獻祭之前同某個人有嫌隙啦，你就唔好走去獻祭，去到走去先同嗰個人去到道歉或者復和，然後先至走去獻祭。嘅意思就係獻祭之前，你要處理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先至能夠可以，呢個係你嘅責任。同樣地，我哋嘅主都係好想我哋咧彼此復和、彼此饒恕嘅咁樣樣。係咯，咁希望約瑟嘅故事都成為你哋嘅鼓勵啦，同埋提醒。我都知大家咧都係比我年輕好多啊，15到35歲啊。聽聞呢一個嘅 scheme 係咪到35啊，定係30歲？我都唔係好記得。不過 anyway，年輕咧係真係睇多啲聖經係好嘅，讓我哋發現聖經嘅精彩啦，佢嘅上帝嘅心意啦。同埋我都好想第時見到有一啲嘅課程再次遇見大家，讓大家咧能夠可以喺呢間嘅神學院去到接受裝備，更加多咧去到委身侍奉主，真係聖經好寶貴，入邊嘅信息咧係能夠改變好多人嘅生命。我諗創世記都係一本好精彩嘅書卷，咁啊誠意邀請大家能夠可以一齊參與啦，並且咧能夠可以再次成為大家嘅老師，好嘛？咁我教書咧教到嚟呢一度啦，咁啊祝福大家馬年進步啦，事事蒙福啦，最緊要咧敬畏上帝。咁我講到嚟呢一度，祝福大家即係有一個好嘅新年，創世記成為大家嘅祝福。拜拜。